啦，各位群組成員，係時候又嚟一個 PowerPoint，即係一個嘅簡報會啦。咁呢一個簡報會其實就係關於我哋過去4年嘅成績嘅。我哋呢4年啦，咁今年係5週年啦。咁舊年因為我哋呢4年裏面都經歷咗好多嘢，所以要同大家回顧翻。好啦，2021年啦，我哋嗰陣時2月21號開台嘅。咁嗰陣時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啦，亦都有個口罩令啦，亦都要限聚令啦。咁所以嗰陣時嘅成員數目係比較少嘅。始終因為啱開台啦，所以嗰陣時嘅成員數目係比較少嘅。好啦，到2022年啦。咁22年就我哋即係嗰個嘅疫情已經過咗去啦。咁口罩令啊、限聚令都取消晒㗎啦。咁生活一切回復正常嘅。咁同埋22年就係我哋發源 Studio 成立1週年嘅日子。咁22年開始，我哋成員數不又開始有增加㗎啦。23年啦，咁23年咧就我哋發源 Studio 成立2週年啦。咁另外就我哋嘅成員數目亦都開始增加㗎啦，訂閱人數開始增加，影片數目都開始增加。因為21年嗰陣時咁啱疫情啊，嗰陣時片比較少嘅，咁去到22年開始會多片出嘅，23年都多嘅，同埋個訂閱人數多咗嘅。好啦，24年啦。咁24年啦，咁我哋就係發源 Studio 成立3週年啦。咁就埋我哋個成員數目亦都係繼續增加嘅，咁訂閱人數都增加咗嘅。咁又係拖咗好多片啦，24年。咁同埋我哋第一次拍體育比賽嘅影片嘅，第一次喺深圳開 live 嘅，24年嗰陣時。好啦，25年啦，舊年啦，咁舊年開始啦，我哋個成員數目已經突破10個，已經去到12個，咁同埋我哋嘅訂閱人數去到64個，同埋我哋出咗77段片嘅，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同埋我哋第一次返深圳拍片啦，但係舊年就有個不幸嘅事件啦，咁就係因為大埔雲福苑嗰個火災啦，咁令到大家就好唔開心啦，因為呢件係傷感事啦，同埋舊年我哋係成立4週年嘅。嗱，今年就係我哋發源 Studio 成立5週年嘅日子，所以會搞大佢嘅。咁會有一連串嘅活動嘅。嗱，你望到好多活動啦。咁第一個一定有個5週年嘅典禮啦。即係例如有抽獎啊、遊戲啊、大食會啊、切蛋糕啊嗰啲嘅。咁另外有一連串嘅5週年嘅慶祝活動啦。咁你望到有單車比賽啦、遙控車比賽啦。咁同埋上次你哋即係群組成員揀咗嘅，就係發源 Studio 深圳之旅玩2日嘅。咁同埋我哋5週年有個旅行團嘅。咁去邊度就而家群組投票緊㗎啦。最多人嗰個就係決定去嗰個地方啦。好啦，嚟緊嘅計劃啦，咁就係因為我哋 Studio 本身冇一個基地嘅，因為我哋要揾一個地方做嘢嘅，咁所以我哋要揾我而家就揾有一啲嘅單位啦，去到物色緊一啲單位就係即係為我哋做嘢嘅。因為而家發片我多數翻屋企剪片嘅。咁變咗就非常即係有時出唔切，有時就唔記得咗剪，有時唔記得整，咁就好麻煩啦。咁所以我哋需要一個工作嘅地方嘅。咁同埋啦，我哋會繼續拍攝更加多嘅巴士片啦。同埋我今年又會有一個新嘅嘗試嘅。咁同埋今日我哋會搞一個1年1聚嘅，即係1年有一次聚會嘅。咁同埋我哋嚟緊咧會有一個春茗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嚟到最後啦，咁做翻個總結啦。有5年入邊啦，有悲有喜啦。因為舊年就因為
大埔嗰件事，等我大家都唔開心啦。咁之前又疫情啦，又限制咗大家嘅自由啦，咁又係唔開心啦。因為大疫情你冇辦法啦，邊個你都唔想，好多人都唔想嘅。呢啲係疾病嘅嘢。咁另外我哋嘅成績不斷向上啦，咁我哋嘅訂閱人數亦都係越嚟越多啦。我哋嘅成員數不斷咁增加啦，話我哋不斷會發掘一啲新嘅嘗試嘅。係啦，咁過去4年咧就係咁樣啦。咁今年5年啦，今年第5年啦，咁希望大家有一個即係喺我哋浮studio入邊開開心心啦，亦都係會有一個健康嘅發展嘅。係啦，個 presentation 就去到呢度。